好多人喺我場進出見，親我都想問同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先可以喺百家樂台上面贏錢？其實我次次都係講嗰句，唔賭就係贏。但係偏偏全世界最唔聽話嘅就係賭客。你以為我開咗一場係靠運氣咩？其實我係同你講緊數學。今日我想同你坐低慢慢傾，拆解下你哋平時當城堡咁研究嘅嗰啲所謂下注系統。你可能會覺得只要有套方法論就可以喺呢場橫行無忌，但其實喺我眼中呢啲所謂嘅系統全部都係喺苦期望值呢塊沙地上面蓋出嚟嘅樓，地基係空嘅。無論你上面裝修得幾靚，結局一早已經寫好要倒塌，只係遲早嘅事。你試下回想下，有冇見過一個澳門賭客喺度玩咗3日，第一日贏咗12,000蚊，開心到以為自己係地神轉世，點知第2日就輸返7,000。到咗第3日，佢唔再相信運氣，佢決定相信科學。佢企喺台邊，攞部手機出嚟，上網揾資料，研究咗20分鐘，終於揾到一套所謂嘅馬丁格爾系統。佢覺得呢次穩陣啦，結果由中午一直玩到深夜，唔單止將手上剩返嗰53,000蚊輸清光，連返去張機票錢都要問人借。你知唔知佢走嘅時候同我講句咩？佢話唔係系統嘅問題，係佢自己執行得唔夠好。呢句話其係成件事最令人心寒嘅地方，亦係我想同你講嘅核心思想。你以為你輸喺執行力，其實你係輸喺人性同數學嘅盲點度。好多人喺百家樂台上面傾家多產，真係唔係因為運氣特別差，恰恰相反，係因為佢哋太聰明，聰明到要去用系統。馬丁格爾、斐波那契、達朗貝爾呢啲名聽落去好似好專業，好似華爾街交易員嘅工具，又或者係某種經過聰明人驗證過嘅方法論，所以你哋會信心滿滿咁按部就班下注，輸光之後仲要自我反省。其實百家樂係一個負期望值嘅遊戲。換句話講，從概率角度睇，你每一鋪下注嘅期望值都係輸緊錢，買莊嘅抽成大約係1.06%，買人大約係1.5%。
24買和值，頭係送錢俾我，呢啲數字睇落好細，但係佢係寫死咗喺規則入面，無論你手氣幾好，只要你坐得夠耐，呢個負期望值就會好似磨刀石咁，一點一滴將你嘅本金磨走，冇任何一套下注系統可以改變呢一點。我想同你講清楚，系統唯一做到嘅嘢，只係重新安排你啲錢喺唔同局數之間嘅分配方式。佢改變嘅係節奏，係你喺某一段時間內嘅感受，但佢改變唔到嗰個死穴。點解咁多人仲係咁迷信系統？係因為系統喺短期之內睇落好似真係有用，連輸3把之後翻倍贏翻，呢種體驗會令你覺得方法啱咗了呢，但呢個唔係系統嘅功勞，呢個叫方差運氣嘅波動，本來就會製造呢種錯覺，而系統嘅存在令你將運氣嘅結果歸因到方法上面，呢個係賭徒5入面最狡猾嘅地方。我哋先講下最出名嘅馬丁格爾系統，邏輯簡單到連細路仔都明，有輸咗就加倍贏，一次就收返前所有單選，仲可以多爭一個單位，聽落去無懈可擊，好似只要你最終贏一鋪，你又永遠唔會蝕。但呢個系統隱藏住成個博弈界最大嘅大話。假定你基礎投注係100蚊，規則就係贏咗返去100，輸咗下一把翻倍。當你肯緊運嘅時候，你可能覺得好清醒，連輸2-3把都仲覺得係小波動。但如果你遇到連輸呢，第一局輸100，第二局輸200，累計300，第5局你要投1600，如果你仲輸，第6局則要投3200。問題係你可能只係剩返1900，你根本下唔到呢一注。呢個時候最難受嘅唔係輸錢，係嗰種差一鋪就可以翻身嘅感覺。你會開始諗要唔要再去提款機提多啲錢出嚟救呢一鋪。好多人就係喺呢個位將3000蚊嘅低損變成3萬，甚至更多。你可能會覺得6連輸好極端，但喺百家樂入面連輸6把嘅概率大約係 1.56%， 平均每打64局就會遇到一次。你一晚打200-300局，呢種情況會出現唔止一次。馬丁格
格爾系統有一個根本性嘅內在矛盾，佢用指數級增值嘅風險去換取固定不變嘅微薄收益。你每一次贏只係賺100蚊，但為咗保住呢100蚊，你可能要冒住輸幾萬蚊嘅風險。收益係線性嘅，風險係指數嘅。呢筆數無論點計都係唔划算。再加上草場有設限紅，就算你有無限嘅錢，當你翻倍到一定程度，你想落注喎，我都唔俾你落。呢個就係斷鏈嘅時刻。好多人用馬丁加爾斷咗鏈之後，會覺得追梯係錯嘅，於是換另一套系統，叫做反馬丁格爾邏輯綱。好相反，贏咗先加倍，輸咗就歸零，重新嚟過。聽落去比馬丁格爾理性好多，順風加碼，逆風保守。但佢嘅問題唔係數學，係人性。反馬丁格爾要求你喺贏緊錢嘅時候主動停手，例如約好3年贏就走。但當你企喺台邊手氣正熱，剛贏咗3把，你會同自己講，萬一第4把都贏呢？萬一係5年贏呢？呢個時候人性入面嘅貪婪就會侵蝕你嘅紀律。只要你有一鋪唔捨得停，最後輸一鋪，你之前贏落嘅利潤就會全部歸零。你明明贏咗2輪，最後總結可能仲係低緊。你再睇下嗰啲所謂有數學美感嘅系統，好似斐波那契數列，輸咗前進一步，贏咗後退2步，聽落去好優雅，好似用自然界嘅規律去對抗隨機性。但數列本身係中性嘅，佢唔知你下一把係贏定輸。喺嘈雜嘅刀場環境入面，你要一邊受住壓力，一邊基準自己喺數列邊一個位。當你飲咗2杯免費嘢食，過腦慢咗少少，記錯一個位，你成套系統就變成咗毫無邏輯嘅亂投注，而你仲以為自己守緊規矩。呢啲系統呢，只係將砌選分散成好多細小嘅額度，令你覺得風險低咗，但地基依然係空嘅。至於達朗貝爾系統，咩均值回歸，贏咗減1單位，輸咗加1單位，有期望長期落嚟贏輸各半就可以賺錢。呢個前提看似合理，但百家樂俾你嘅從來都唔係贏輸各半。由於抽水同規則設計，你嘅勝率永遠低過一半。呢啲細微嘅差距
累積落嚟就係穩定嘅批選。你以為你會贏返，但數學概率唔欠你任何嘢，每一鋪都係獨立事件。上一鋪贏唔代表下一鋪容易輸，每一鋪嘅概率都係重新計算。你等緊嗰個該贏嘅時刻，其實喺數學上根本唔存在。最後嗰套1326系統，佢俾你一種完成任務嘅感覺，但你要明白，連贏4把嘅概率係非常低嘅。你可能喺等待嗰一次成功嘅齊全過程中，已經俾無數次嘅小額替選磨平咗你嘅本金。呢種結果令你更容易接受損失，更容易留喺台上面。其實呢個先至係咧賭場最歡迎嘅事。講咗咁多套系統，你會發現一個規律，每一套都有自己嘅優點，但呢啲優點全部都係建立喺某種特定嘅理想化前提之下，而呢啲前提喺現實嘅賭場環境入面根本無法持續滿足。你要搞清楚一件事，下注系統管理嘅係資金分配方式，而唔係概率。賭場入面每一個細節，從燈光、座椅到免費飲品，甚至冇時鐘，全部都係為咗磨滅你嘅理智。喺呢個環境度，你嘅判斷力會緩慢下降，情緒會慢慢接管。有下注系統，其實係呢門生意入面最完美嘅產品。有佢令玩家覺得掌握咗主動權。當你覺得自己有方法、有策略嘅時候，你會企得更耐，而企得越耐，你就輸得越多。輸咗之後，你唔會怪賭場，你會怪自己執行得唔夠好。呢個就係賭場生意運籌帷幄嘅高明之處。我見過咁多賭客真正理性嘅做法，其實得一個，但幾乎冇人做得到，就係喺你企低之前寫低2個數字，打到幾多就走，贏到幾多就停。無論當時個感覺幾強烈，到咗點就要起身離開個呢樣嘢，比記咩數列、計咩翻倍難得多。因為當你輸錢嘅時候，有大腦會啟動威力反應系統，令你進入一種戰鬥模式，覺得咧一定要贏返先至可以走。呢個唔係理智，係你大腦喺應急狀態下對你嘅欺騙。而贏錢嘅時候，手氣好，呢種幻覺會令你覺得自己無所不能，覺得今晚個場係屬於你嘅。
其實百家樂係一門生意，如果你想贏，你就要學下點樣做莊家，而唔係去做個研究系統嘅得客。莊家贏你唔係靠手氣，係靠個0.幾百分比嘅優勢，加埋你有極限，而賭場冇極限嘅本金，冇有，再加埋人性入面必然會出現嘅童男同紅刀，所謂嘅必勝法其實就係唔好賭。如果你一定要賭，你就當係買個娛樂，唔好奢望，可以用數學去打敗概率，所有嘅系統都只係帶你遊花園，最後嘅終點都係一樣。你依家明白咗呢一點，下次再去賭場嘅時候，希望你可以清醒少少，睇清楚個地基係乜嘢，唔好再俾嗰啲所謂嘅科學系統蒙蔽咗你嘅雙眼。